好，咁咧，好啦，咁啊，好開心啦。咁啊，臨時突發性咧就去開呢個嘅 Zoom 會議啦。咁其實我都想咧，希望用呢個嘅 Zoom 咧去啊、順便讓大家咧去更了解個制度啦。咁其實我本身都會諗住係想去錄影呢個嘅講制度嘅一個 PowerPoint 嘅，咁變咗讓大家咧可以喺，譬如有好多人咧，可能佢試過機，但係佢未好詳細嘅了解制度嘅，或者佢已經加入咗，但係都未有機會啊，直情去詳細聽我哋嘅說明會啊，或者係一啲制度嘅會議嘅話咧，咁嚟緊呢個嘅啊、影片咧，我相信就會對各位咧都好有幫助嘅。OK，好啦。咁而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經營呢個生意咧，其實基本上咧個模式好簡單，就係你可以1000蚊美金開始，2000蚊美金開始，或者6000蚊美金開始啦。咁1000美金就 P1啦，2000美金嘅 P2啦。咁sorry，唔好意思啊，1000美金叫 P3，2000美金叫 P4，咁啊6000美金叫 P5啦。OK，咁我相信咧，大家應該一般嚟講都會用1000或者2000美金夾嘅，除非佢可能係一啲開體驗店啊，或者係有一個比較大量需求，預咗係一 set 嘅所有產品都買晒咧，咁就可能會6000美金夾嘅。OK 啊。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啦，都係用一個最能夠 afford 到嘅一個嘅價錢咧去開始咗先。譬如1000美金，咪買部 P90，或者而家最抵就咩咧？15蚊美金加個即係個 P90 Plus 啦，再加個嘅眼機就500美金啦。咁樣開始就2000美金開始啦。好啦，咁而咧我先假設大家全部係用1000美金開始先去講呢個嘅今日嘅呢個嘅制度啦。好啦，咁而咧當大家咧開始嘅時候啦，好簡單。嚇，咁啊會有個位置啦出現咗啦，咁呢個咧就基本上一個嘅我哋喺叫做 BO 啦，或者係叫經營權啦，一個嘅我哋可等於開咗個分店噶啦，喺我哋 Only Lab 裏邊一個經營權咁啦。咁而咧就呢個嘅位置就已經係開始累積財富咯喎。點解咧？嗱，咁就咁嘅，基本上咧每一個人咧嘅上邊都一定有人噶嘛，係咪先？唔會冇人噶嘛，包括好似我咁，我所謂001啦，所謂叫做，其實只不過係因為我上邊嗰人係一個台灣人咁解啫。OK，係一個台灣 friend 阿 Paul 咁介紹我啦。好啦，咁而咧其實咧每一個人咧，佢加入咗之後，上面有人啦。而咧我哋公司冇咩條件嘅，唯一一個條件就係咩咧？一個規則就係第一個人一定要放左邊啊。咁你叫第一個人放左邊咧？嗱，舉個例咧，可能你上邊嗰堆人咧都未開始去推薦人嘅。未開始正式行嘅。好啦，咁話哇，用下 OK 喎，做得好喎，咁樣點啊？佢第一個介紹嘅就去咗你嘅左邊啦。OK，可能再上面有個人又跌咗個人落嚟喎，又去咗你嘅左邊。好啦，咁依個阿一同阿二咧，佢嘅業績都同你有關嘅喎。OK，即係話佢哋未來所帶出嘅所有人咧，都會 under 你左區嘅團隊嘅。啊，咁啊，記住，當咧你開始咗呢個嘅 business 之後咧，你買咗部機嘅話，其實就等於佢開咗間店啦。而間店好得意嘅，你係所有點數係無限累積，亦都不歸零嘅，就唔會即係我哋冇一個叫做所謂叫做每個月要重銷啊，要買嘢咁樣概念冇嘅。OK，好啦，咁而家當你開始用得好喎，正喎，部 P90 或者 P90 Plus 好好喎，你想介紹人啊嘅，你介紹嘅第一個咧A 就會去咗你嘅左區。OK 嗱，咁而發生咩事咧？咁就當然啦，會有第一個獎金叫推薦獎金啦。嗱，推薦獎金係點計咧？就係我哋以 PV 嘅10% 係計算，即係話如果1000 PV 啊，嗱，點計 PV 就係 PV 就係你嘅美金嘅75%就係叫 PV。OK，來舉個例，如果你係1000美金嘅購買，咁75%就即是750 PV 啦，係咪？如果你2000美金嘅，咁你就係1500 PV 噶啦，咁樣計算嘅咁所以啦，如果我當啦，全部而家係暫時全部都係1000美金開始先啦。OK 咁1000美金開始嘅時候，咁點啊？你推薦一個人1000美金，當然你會攞到75蚊美金咁而啦，跟住你會又介紹第二個人喎？喂，係咪？即係一係唔介紹，一係介紹，起碼都兩個先啦。因為我哋人類都要兩隻腳先行到路噶嘛，你啲單腳行好辛苦噶嘛，所以咧一定要最少介紹兩個，有兩隻腳開始先。OK 咁所以啦，你介紹 B 啦，
咁啊 B 嘅推薦獎金一樣啦，就$75。好啦，但係咧好得意喎，我哋有個叫陳碰獎。嗱，呢個陳碰獎就特別啦。誒、陳碰獎點解咧？佢係 PV 嘅50%，PV 嘅50%。嗱，因為你介紹緊$1000就750 PV 嘛，因此咧你嘅陳碰獎就有$375啦。哇，都幾多係咪？啊，咁但係點出陳碰獎噶？嗱，就係咁嘅。當你咧見唔見到你左邊有一個，右邊一個，即係話嗱，我哋係雙向制嘛。每一呢度為之第一層，下邊一個叫第二層，跟住叫第三層、第四層，如出去出啦。咁一般嚟講就係2、4、8，係咪？2、4、8、16、32如出去推噶嘛？係因為我哋二進制咁樣向上噶嘛，雙向制。好啦，咁所以當每一層嘅左區出現第一個業績，同埋右區出現第一個業績，OK，咁咧就會有陳碰獎出現啦。咁當然個陳碰獎係以小區嘅業績計算啦，即係話如果你一左區係呢一層嘅第一粒係1000，右區呢一層嘅第一粒係1000，咁就以750 PV 乘以50%，即係$375去計算嘅。但係如果你一邊係呢邊係2000，呢個又2000咧，OK，咁咧就以$2000去計算啦。咁即是話咧係1500 PV 嘅50%，即係話個陳碰獎都$750咯。OK，所以有啲團隊咧佢開始慢慢咧就發覺啊，因為即係香港地啦叫做 OK，啲人都覺得啊，其實$1000或者$2000，都冇乜壓力喎。有啲人 OK 咁佢咧會選擇用$2000開始嘅，就係買一個 P90 Plus 加一個眼機啦，咁樣開始因為一次要滿足晒4個願望嘛，仲有所以啦，所以啦，當咧你用$2000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你個陳碰獎就 double 噶啦。咁當然我哋要小區計算啦，記住啊。OK，咁另一樣嘢就係咧，如果阿 B 開始推薦人喎，佢推薦嘅第一個就會去咗阿 B 嘅左邊啦，係咪？咁對阿 B 嚟講就當然有推薦獎金，係咪？但對你嚟講咧？對你嚟講就會因為你開始咗第二層係咪啊？因為第二層左邊有一粒啊，跟住右邊有一粒喎，所以一樣會出$375。哇，都幾正係咪啊？OK，咁所以啦，安置咧都可以領呢個嘅陳碰獎嘅，即使話唔係你直接推薦都有陳碰獎嘅啊。咁第三就係、如果咧阿 B 再介紹 B1咧，一樣有陳碰獎，哇，都幾爽係咪啊？咁所以啦，嗱你見啦，其實當咧你唔覺意介紹兩個。出現咗一個咁嘅位嘅組織嘅話咧，其實你已經回咗本喎。嗱，我覺得做任何生意最緊要咩咧？係回本先我哋唔係要叫人買108700，係咪？因為108700嘅話，其實你老實講，即係嗰個人考慮又耐，係咪？回本期又耐。但係咧，如果當一個人咧好快速咁回咗本嘅話，其實第一介紹人冇壓力，做嗰又冇壓力，係咪？之後呢個全部正賺咯，因為本身我哋呢個 plan 係唔需要重複消費嘅，即係話唔需要每月所謂叫 keep 分嘅嘅嘢嘅，而只要你開咗個位嘅話咧，你係無限累積，直到$1000，直到永遠。OK，咁所以仲有呢個生意係無國界嘅，你去到美國、巴西係咪孟加拉咁樣、中國咁樣，全部都同你有關。咁另外咧仲有無限層喎，咩叫無限層啊？即係話咧，如果你嘅團隊發展到100層。甚至乎1000層嘅話，其實好似100層咁啦，你已經賺咗$37500已經。如果去到1000層嘅話咧，你係賺咗$37500，哇，都幾正喎，係咪啊？好爽啊呢樣嘢啊！因為有啲嘅公司咧，佢嘅陳碰獎係有層數限制嘅，但係呢個係冇層數限制嘅，仲要冇封頂喎。咩叫冇封頂咧？舉個例，如果你喺同一日裏面，同一日。突然間有個勁人出現咗，跟住嗰個勁人一次過爆1000場人出嚟，OK，咁呢個當然係計數咁計啦，個可能性大唔大唔知啊，OK，咁但係有冇可能咧？有可能噶嘛，我哋想做無限可能性噶嘛，OK，咁所以啦，呢1000層嘅話咧，所爆出嚟，跟住你所攞嘅陳碰獎咧係冇上限嘅，咩意思啊？即係話咧，你今日爆咗1000層，聽日你嘅後台。就會有$37500喺你嘅後台咁每月可以提2次款啦，哇，都真係幾爽 OK 咁但係重點係
你攞咗37.5千美金之後，我想問你投資咗幾錢？都係1,000美金。嗱，呢個就係咧 Only Life 嘅人性化之處啊。OK，咁啊，另外咧就係無限次啦。舉個例啦，因為我哋人，我當得全部呢度啲人咧，初初開始嘅時候咧，都買 P90先嘅。OK，試下部腳機先。好啦，咁但係我哋公司唔係淨得 P90嘅產品噶嘛，甚至乎我哋係一個健康小家電嘅公司嘅話咧，我哋係會不斷會出新產品嘅，例如咧 G1 嘅眼機啦、A9 負離子機啦、水機啦，甚至乎咧未來有一個咩啊？P90 Plus，即係都有啲人買咗係咪？咁即係話咧，有啲人佢會原點去買嘅喎，或者甚至乎原點去升級嘅喎，即係會唔會由1,000蚊美金變成2,000美金嘅喎？咁嘅話咧，當全部人由1,000美金升級咗2,000美金嗰下嘅話咧，你一樣可以再領多次陳紅獎金375蚊美金，明唔明啊？所以啊，每1,000蚊美金就375蚊美金。嗱，咁你嗱，其實我哋睇翻呢個位啊，如果你有個大區嘅話咧，其實你介紹咗落小區嘅話咧，其實就係有幾錢啊？1,000蚊美金嘅單係等於直推漲75蚊美金，再加375蚊美金，係450蚊美金喎。嗱，我想問1,000蚊美金，450蚊美金，即是話咩啊？係45%嘅利潤喎。嗱，你老實講，喺產品公司邊度揾先？即係好難揾嘅，我講係咪嚇？咁啊，所以啦，嗱，留意一樣嘢就係我哋所有嘅獎金咧，係會有20%咧就會進入去一個叫做購物錢包。嗱，呢個購物錢包好得意嘅就係咧，Only Life 咧會將你嘅獎金咧其中20%幫你儲住，咁而咧佢專係購買咧 Only Life 一啲特別嘅產品，例如咧未來可能推出一啲嘅濕條紋啊，或者某啲特別產品咧，就係必須用呢個購物錢包先可以購買到嘅。即係就算你有錢都未必買到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要有購物錢包先買到嘅。所以啦，係有做推薦或者有 referral 嘅人咧，有獎金嘅人咧，先有機會買到啲產品嘅，係咁嘅玩法嘅，好得意啊！Only Life 呢個嘅制度。咁所以所有獎金當中有80%係可以提款，或者係用嚟咧幫新朋友入單嘅咁樣啦。OK，相信呢個唔難理解啦。好啦，另外就互助獎。嗱，互助獎咧，其實就係 Only Life 能夠爆炸性增長嘅其中一個關鍵嚟嘅。OK，好啦，咁咩叫互助獎咧？嗱，先睇翻呢個圖先啦。嗱，呢個圖咧，我哋呢個三角形當中咧，係咪有你啦？你係咪已經賺咗1,000美金啊？係咪75、75、375、375、375啦？咁已經賺咗1,000美金嘅大約。OK，好啦，你左邊有個一，呢個一咧係樓上跌落嚟嘅，呢個 B 咧係你直接推薦嘅。OK，但係都係你直接即係你個 A、B 位都所謂，其實呢個 A 位呢個 B 位啦。OK，嚇直接黐住你噶嘛。OK，每一個人只有兩個直接黐住你嘅啫，所以呢兩個位好緊要啊。OK，好啦，咁有咩特別咧？呢個互助獎就係當咧你賺到1,000嘅時候咧，係呢個 A、B 位能夠 override 你呢個位置嘅5%喎，即係話你賺1,000蚊，佢就賺50蚊；如果你賺1萬蚊，佢哋就賺500蚊噶咯。哇，好玩喎，成件事係咪啊？嗱，你諗下先，我哋以前嘅大部分嘅公司，OK，都係咧，當你嘅團隊裏面人係咪你直系團隊裏面人賺到獎金嘅時候，你就 override 佢5至10%嘛，係咪先？OK，但係咧呢個調翻轉，係你可以 override 你樓上嗰個人，你樓上嗰個嘅5%喎，樓上賺幾多獎金，你賺5%，爽唔爽啊？非常之爽喎，係咪？即係總收入嘅5%喎。咁當然啦，即係我亦都有個嘅誒別名嘅呢個獎金叫不勞而獲獎係咪啊？或者你未做任何嘢，你黐住上邊嗰個有獎金，你就有獎金，呢個仲唔係不勞而獲係咪？所以我哋雖然叫互助獎咧，亦都可以叫不勞而獲獎啊。好啦，咁所以啦，呢個不勞而獲獎嗱，話明不勞而獲啦，咁所以咧只可以有個上限嘅，即係我哋永遠都我哋人生唔可以淨不勞而獲噶嘛。但係佢可以起碼咧讓你賺到首次交易嘅金額嘅3倍先。OK，即係咩意思啊？如果咧你係1,000美金加入嘅，即係 P3啦，咁你就可以最多呢個互助獎啦，累積賺夠3,000美金，哇都唔錯係咪？3倍嘅咯已經回晒本喎。咁如果2,000美金嘅話，你就可以賺6,000美金加入嘅話，你就可以一日賺1萬8。嗱，呢個係一定係首次訂單啊。OK，嗱當然啦，即係我哋唔係話喂要你一定要就
為咗個互助獎要賺多啲，咁我就要入張大單，唔一定嘅，即係唔好特別為咗呢個互助獎要入大單。永遠記住，我哋成個團隊嘅文化就係咩咧？係希望你用得好先，希望能夠你用得安心，亦都唔好做任何生意，亦都唔好犯本。如果你只有1000蚊美金，就開始1000蚊美金先。如果你有2000蚊美金嘅信心，你就用2000蚊美金。當然，如果你話喂，我本身做開生意嘅，即係我有店嘅，我都預咗諗住買堆產品去擺喺個店度，跟住去成 set 咁樣 display 噶啦，或者俾人試用嘅。咁你6000美金都冇問題嘅。咁你自己去選擇適隨宣便，OK 嚇。咁而咧好得意啦，呢個互助獎用嚟做咩？點解係成為呢個嘅 Only Life 爆數嘅關鍵？甚至乎咧，好似我哋台灣 number one 阿 Brian 咧，即係我哋嘅 leader 啦，台灣 leader 啦，點解佢可以短短用2年時間去創造咗25萬人嘅團隊咧？就係因為呢個互助獎，就係因為呢個互助獎，即係好誇張。點解啊？因為咧以前你諗下，以前你點啊？你做好多嘅唔同嘅公司，佢要 keep 分啊，又成嘛。你打電話去嘅時候，你話喂，好多冇點啊？你食成個產品食成點啊？有冇咩反應啊？冇喎，都係咁啫。啊，唔緊要，唔緊要，你。因為紅血球嘅更新週期係120天，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食足4個月嘅話咧，一定有反應嘅，一定有效果嘅，係咪？嗱，我哋以前成日都講呢啲説話啦，或者你成日都聽人哋咁樣講呢啲説話，跟住我講句，喂，你個戶口咧其實都夠鐘要 keep 分㗎啦，都差唔多月尾啦，或者夠時間啦。如果你唔 keep 分嘅話咧，你上個月累積嘅獎金咧就冇晒㗎啦，即係啲分數就冇晒啦，就唔好啦，係咪先？你又攞唔到獎金，所以其實你會唔會考慮 keep 分啊？係咪以前好熟啊？好熟悉，聽過呢啲説話，係咪？包括我以前自己都曾經講過好多啲咁嘅跟進嘅模式嘅説話咯嘅，即係講到口臭，老實講到嚇。咁但係咧，因為呢間公司我唔需要 keep 分噶嘛，仲要因為當我賺到1000蚊美金嘅時候，我黐住嗰兩個係賺到50蚊美金，咁所以你通常咧而家咧，我哋唔會叫你 keep 分嘅，反而有人打電話俾你，喂，你有冇因為我今日賺咗1000蚊美金。O.K. 我知你嘅戶口應該有50蚊美金，你可唔可以轉50分俾我啊？我俾翻現金你啊，轉翻銀行轉賬俾你啊，係咪啊？係咪？嗱，我咁想問，我都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如果一個人就叫你 keep 分買嘢，另一個人就叫你咩啊？去攞錢，一日係咁，兩日係咁，我想問你喜歡聽邊個電話？係人都想聽嗰個攞錢嘅電話係咪先？即係叫你攞錢嘅電話係咪？咁所以啦，甚至乎一個用家佢都會好奇，咦，點解無啦啦會有錢收嘅咧？係咪發生咩事咧？係咪？咁佢自然都會問你，喂，咩事有啲有錢收㗎咁樣，係咪啊？咁而咧，你就可以乘機咧就話俾佢知啊，其實我哋模式係點啊，我哋嘅獎金制度係點啊，等等成啊。佢有冇興趣介紹兩個啊？佢有嘅咯。咁跟住佢介紹兩個嘅時候，咁你係咪又賺得多啲啊？佢哋又賺到喎，你賺得多，佢又賺得多，係咪？佢賺得多，佢哋下邊又會賺得多，因為咧呢個人賺500美金嘅時候，其實下邊呢個人咧都會 override 佢嘅5%喎，係咪啊？所以你賺1萬，佢賺500，下邊都要賺25美金啊！呢個咧其實就係 Only Life 成功嘅秘密，因為咧老實講喺網絡行銷嘅行業裏邊咧，其中一個誒最考技巧嘅一個嘅模式就係咩啊？你點樣去啟動一個人？你點樣將一個人由用家變成經營者？係咪先？係咪？以前哇，所以我哋以前要搞咩啊？搞好多 power up 聚會啊，又能量爆發啊，跟住又幾日日咁樣學習會啊，跟住即係你聽完嗰啲，哇，聽到係啊，你能量 charge up 咗，好似好能量 charge up，但真真正正老實講，最實際嘅 motivation 咩啊？就係佢突然間有錢，係咪？冇嘢實際得過呢樣嘢。你搞幾多 motivation 都唔係最實際，都唔係最有用。哇！你講幾多？哇！你可以有被動收入啊，都唔係最用。最實際咩？攞到錢就最實際。所以咧，Olila 咧，我哋其中一個重要動作就係咩咧？如果當你真係見到你嘅新嘅伙伴啦，佢真係有獎金收到嘅話，盡快俾現金佢，或者轉數俾佢，攞翻佢分，少少都好，10蚊又好，20蚊又好，50蚊都好，美金都好，OK，攞咗先。點解啊？因為你咁做嘅話咧，當你咁做嘅話咧，佢就會突然間有賺到錢嘅感覺。
起碼用平咗嘅感覺。嗱，呢個係一個好非常重要嘅一個嘅動作嚟嘅，亦都係咧成個團隊爆發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咁所以啦，另一個動作係咩咧？記住專注經營好一個位置，千祈唔好好似以前我哋教嗰啲雙向制嗰啲團隊咁啊，哇！叫你做3個位置啊，7個位置啊，21個位置啊咁樣。你知唔知咧？有啲團隊啊，即嘅教法啦，即搞到亂晒龍嘅個市場就係咩咧？我叫人開3個位啦，7個位啦，甚至乎每個位都賣6000美金啦。嗱，個問題喺邊度咧？個問題就係咧，你個團隊會有好多業績，但冇乜人。嗰啲係波嚟嘅啫，唔係人嚟嘅。甚至乎咧，我聽過今日先有個伙伴同我講，哇點解有啲人咧叫人買20台嘅咩？哦，咁我明啦，即係我一聽就知啦。3個戶口，每個戶口6000美金，咁啊18台咯，加多少少咪20台咯，係咪？咁變咗咧就導致咩啊？好多人咧係有壞嘅反應同埋唔好嘅 feedback，所以永遠記住，其實呢個制度好聰明嘅，佢設計呢個方法咧就係為咗去讓大家咧做啱呢件事。你做啱件事嘅話咧，你就能夠攞到呢個制度最大嘅 benefit，啊就係其中一個互助獎啦。因為咧，如果你係開7個位，1、2、3、4、5、6、7都係你嘅話，冇錯啊，你係賺最多，係咪？你賺晒。但係咧，當你介紹第一個人喺呢度嘅時候，會發生咩事？你賺1萬美金，呢個位自己又賺500美金，呢個自己又賺25美金，但係你真正推薦嘅人咧，係賺幾錢啊？1.25美金，係咪？我想問個問題，1.25美金能唔能夠激活到一個人先？冇玩啦，咪10蚊雞，係咪先？所以永遠記住咧，就係咧，如果你一開始諗住貪自己賺晒嘅話，其實你永遠係用唔到呢個制度最大嘅優勢，就係呢個互助獎，就係呢個叫所謂不勞而獲獎啊。但係呢個係能夠好容易激活到所有人嘅。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互助獎咧，雖然有上限啦，即係我哋亦都唔係靠啲互助獎賺大錢，但係啲互助獎都係嗰句，能夠啟動你成個團隊，係一個非常之好玩嘅一個事情嚟嘅。OK，好啦，咁當然啦，如果你運氣夠好啊，OK，你咁啱黐住咗喺一個哇爆數人喺下邊嘅話，哇咁你不得了啦，係咪啊？你真係不得了喎，因為呢個呢個人賺1萬，呢個賺一萬你就賺幾多啊？500喎，呢個賺2萬你就賺1000喎，呢個賺3萬你就賺千喎，哇！真係幾爽係咪？回晒本之後有錢賺。咁當然啦，喺我自己嚟講，我暫時未攞過任何嘅互助獎嘅，因為咧我樓上嗰個係冇喐過嘅，暫時啊，以我所知。咁所以我都叫我介紹下阿 Paul 啦，即係我兄弟阿 Paul，喂，邊個嚟嘅人？你叫佢快啲喐下啦，咁樣咁啦，咁啦。咁 anyway 咧就對我嚟講咧，當然我唔係靠啲互助獎去賺大錢啦，但係呢互助就真係可以激活到團隊好多人嘅。啊，好啦，咁所以啦，另外啦，呢度咧就會重新再講多一次，就係咩叫做層碰獎，同埋陣間我會講一個叫對碰獎啦。OK，嗱層碰獎對嗰個啦，每一層係咪？我舉個例啦，呢個係呢個當第一層啦，第二層就4粒啦，第三層8粒係咪？第四層16粒，如此類推啦。咁所以啦，當左邊嘅一粒，右邊任何位置出現第一粒嘅時候，就會賺375美金。OK，嗱我當全部都係1000美金開始啊。OK，好啦，另外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又有375，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又有375，係咪啊？咁所以啦，左邊如果有3個，右邊有5層開咗，係咪？即係左邊3層，右邊5層咧，咁你就攞住3層嘅375先，因為你永遠唔知道邊度會跑得快啲嘅。啊，呢個就係呢個遊戲好好玩之處。永遠記住，你只係需要標2條 team 嘅啫，一個叫 A team，一個叫 B team，或者我哋叫左 team 或同埋右 team，係咁嘅啫。咁啊，所以啦，如果你左邊有個勁人，右邊有個勁人，不斷跑嘅話，你就已經不得了嘅成件事。OK，好啦，咁而家當然啦，如果你左邊又出翻2個嘅出現嘅話，都 OK 啦，係咪？咁啊，又多咗一個層獎啦。好啦，咁但係你話咩？咦，咁其他位置點啊？我哋每一層都仲有好多空位噶嘛，佢係咪先？嗱，好似呢層有4個、8個、16個、32個，如此類推，係咪？咁呢啲空位咧所出現，嗱，我哋用黑色波波就係叫做層碰獎啦。咁紫色嗰啲波波、紫紅色嗰啲波波咧，就係對碰獎金啦。我哋計算對碰獎金啊，紫色嘅波波就唔需要話逐層計算嘅。總之，任何除咗層碰獎以外嘅所有其他位置。
嚇，你攞陳碰球嗰啲，我哋陳碰獎嘅獎叫陳碰球啦。除咗陳碰球之外嘅其他所有位置都係攞對碰獎金嚇。OK，嗱舉個例啦，呢個遮住咗少少啦，唔緊要啦。OK，我當呢度有左邊有10步一日，右邊有20步，咁點計算咧？嗱，咁其實咁計嘅。我哋咧對碰獎金咧係以 P，就你睇睇究竟你係 P3、P4定 P5嘅。如果你係 P3嘅話咧，我哋就以小區分數嗱，因為有呢邊大區係咪？呢邊20台啊嘛，呢邊就有10台啊嘛，所以係小區分數嘅11%。OK，咁樣計嘅。如果 P4咧就係12%，P5咧就係小區分數嘅13%。OK，咁而咧。日封頂如果 P3嘅就1000美金啦，P4就2000美金啦，P5就7000美金啦。嗱，重複一次啊，因為 P3即係話你購買咗1000美金，P4即係話你累積購買2000美金，P5就話你累積購買6000美金嘅嘢。OK，咁又話喂，咁我而家1000美金啫喎，咁我可唔可以升級㗎？冇問題，原點升級，即係話你本身1000美金，如果你同一個位置買多1000美金嘢嘅話咧，咁你就升級為2000美金啦。OK，就非常簡單。OK，如果你係 P4嘅，好似我咁，我初初係買咗1部 P90同埋2個眼罩噶嘛，咁樣開始嘅。咁我而家升級咗做 P5啦，因為我試過一日封咗頂啊。OK，咁我就發覺哇，封完頂之後，我如果我有買嗰個有升級做 P5嘅話咧，我係賺多1600美金，我計翻嗰日嚇。咁所以就隨時要留意住自己有冇封頂。咁我陣間教你計條數點去計封唔封頂。OK 啊，咁舉個例啦，好似啊，咁點解咧？就話如果你左邊有10台機，右邊有20台機，咁我哋計小區嘛，小區咪10台啊，咁每台幾錢先？我哋計一計啦。嗱，我當你依家 P3 即係750 PV 一台，係咪？去乘11%嘛，P3 11%嘛，係咪？就等於咧82.5一台。OK，一部機或者1000美金單啦，簡單嚟講。咁而咧82.5再乘以10，就即時825蚊美金啦。明唔明先呢度？OK，我相信應該唔難明啊。即係話你小區有10台機嘅話咧，就你當日就會出825蚊美金啊。好啦，咁跟住因為出咗糧之後咧，就左邊同埋右邊各減10台，咁所以右區就剩翻10台機嘅分數啦。OK，咁10台機分數即係7500分咯，係咪？呢邊變翻0分咯？碰完之後，OK 就係咁嘅。好啦，咁跟住仲有個叫全球分紅啦。全球分紅咧就係好得意嗱。過去咧好多，我相信大家都明啦，即係全球分紅好多個公司咧都係啲咩啊？係啲嗰啲高階領袖啊，即係咩鑽石啊、藍鑽啊、黑鑽啊，係咪？咩總裁啊、總統啊，係咪？皇冠大使嗰啲先至攞全球分紅噶嘛？係咪先？我想問呢度有冇人攞過全球分紅啊？好少啊，係咪？即係當然我自己做過2間產品公司，2間都攞全球分紅嘅。咁但係冇意思嘅，即係嗰個係純粹係你見佢攞出嚟 show 一 show 都話俾人知，喂，我攞全球分紅耶咁樣，大家努力咁啊，係咪先？啊，咁但係咧呢間公司好唔同，我覺得好人性化就咩咧？只要你肯努力少少啫，摁一摁啫，你就攞到全球分紅喎。甚至乎我覺得咧，即係睇過咁多唔同嘅產品公司嘅制度啦，呢間公司嘅制度人性化之咧，係接近去最容易攞全球分紅嘅一間公司嚟嘅。咁點解？其實先講全球分紅先啦，佢係將全球嘅營業額嘅5%除翻開俾咁多份攞到全球分紅嘅人嘅。咁點為之一份咧？舉個例，譬如如果你成為 M1咧，就一份嘅喎。咁點做 M1啊？就係如果左邊累積有14單1000美金，右邊14單1000美金，咁你就係 M1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咁我有啲人買2000美金嘅喎，咁點啊？咁好簡單啫，嗰啲咪當兩單1000咯。即係我哋其實係計分數嘅，即係小區達到10000 PV，你嘅小區即係左右區達到10000 PV 啦，咁你就叫做 M1 啦。喂，咁好易啫喎，係咪啊？14台啫嘛，14台機。如果你2000美金啊，即係七就搞掂咯。左邊7個，右邊7個，係咪啊？咁你就 M1 噶啦，非常簡單。因為依家有啲團隊已經係咧用2000美金咁去複製噶啦。OK，咁樣開始啊。咁所以其實係花得好緊要㗎，嚟緊成個嘅複製個系統。咁而就小區10000分啦，咁位置。而最重要咧，好玩在咩咧？你只要達成一次 M1 啫，全球業績都同你有關，甚至乎終生都可以領嘅。嗱，雖然呢個
全球分紅咧每年領一次咧，喂，但係都爽啊，都幾好喎，幾開心喎，係咪啊？因為全球業績都同你有關嘛，係咪？即係話甚至乎我係可能係啲巴，甚至乎講巴人啦，巴人係咪？佢個團隊有25萬人，但係咩叫全球業績同你有關？就話連 Brian 嘅業績都同你有關，雖然可能係分幾毫子，係咪？或者幾蚊雞，都同你有關。所以啦，其實咧呢個全球方案咧係令到好多人咧能夠團結一致嘅，團結一致去做呢一件事咁啦。咁而當然啦，即係我想講咧，呢間公司就非常聰明，就係咩咧？佢用呢個全球方案咧，去能夠鎖定一班叫咩啊？忠誠消費者。點解咁講咧？點解咁講咧？啊，因為佢呢個全球方案咧，一份大約平均啦$300至500左右啦，一份每年啦，每一次。嗱，佢唔係多嘅，不過叫有先啦。我老實講，舉個例，好多人打一份工係咪1年、2年、10年啊？有啲甚至乎全咩求分紅啊？係咪唔減人工都算溝笑啊？係咪？咁所以啦，呢度咧可能咧有啲人咧經營2個星期或者1個月，就已經可以成為一個 M1，就成為有全球分紅喎。咁你要攞得全球分紅，每年攞，即係等於派息咁啊嘛。等於你好似變咗一個股東咁滯㗎啦，係咪先？嗰個感覺係咪？咁啊，咁而佢叻在咩咧？就係咧用呢個全球分紅咧。舉個例啦，佢如果想每年攞住呢個全球分紅咧，就係有一個條件嘅，好簡單。如果你係 M1 嘅話咧，每一年只係需要推薦一個新朋友啫。OK，或者一個新位置咧，咩都啦，咁你就已經係有資格攞下年嘅全球分紅啦。呢咁都幾好喎，係咪啊？嗱，舉個例啦，我當你唔好，你話一年推薦一個就即係 easy 執啦，老實講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就算我當你唔推薦，你自己買嘢得噶嘛？係咪？推薦一個自己買下年嘅新產品，咦，咁都幾爽喎！你諗下，好似我自己咁，我係果粉嚟嘅，蘋果粉嚟嘅，我用 iPhone 啦，跟住會買咩啊？買埋 iPad 啦，跟住會買個 MacBook Pro 啦，跟住買個 iMac 啦，係咪？跟住買埋 AirPod 啦，跟住 AirPod Max 啦，基本上我全部都用蘋果嘅，因為我中意佢成個 ecosystem。好啦，同樣有啲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咁，我都中意 Olive 㗎，係咪？買完個 P90，其實 P90 Plus 都幾好喎，又買埋啦，跟住又買其他嘢咁啲 click 啦，咁你即係話咩啊？你好自然會中意一個品牌嘅時候，你就買埋其他嘢，甚至乎啦，啱啱我哋係3月初去廈門嘅時候啦，咁我見到一部電視啊，即係喺廈門個房間裏面咧，即係佢個小會議室裏面有部會可以畫嘢嘅電視啦，即係電腦嚟嘅嗰部。咁咧佢寫咗 OLED 嘅，當然我哋大家都知咧，呢個係即係 OEM 版啦，咁都叫做 OLED 嘅牌子喎，係咪先？咁即係未來可能有機會喺我哋嘅 OLED Mall 裏面咧有得買電視嘅噃，係咪？你出邊買電視冇得計分，呢度買電視有得計分，咁你會喺邊度買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非常聰明嘅策略。好啦，咁所以其實咧，你即係等於免費每年都有個$1000嘅產品用下先啦，係咪？因為你推薦自己啊嘛。OK，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 leader 咧，就仲勁。舉個例，好似 Brian 咁啦，阿 Brian 咧，佢用2年時間去誒建立咗一個25萬人嘅團隊，係咪先？25萬係咪啊？咁而咧，大家記得靜音啊。好啦，咁而咧，25萬人當中咧，有18000個 M1，哇，不得了啦！我想問呢18000人會唔會推薦有新人？會啊，點解啊？因為佢想攞全球分紅嘛，係咪啊？咁所以啦，我想問 Brian 係咪每年坐底會增加18000個新戶口啊？係咪先？哇，不得了喎！我淨係計呢18000人嘅業績啊，唔計其他25萬人會推薦人啊。OK，我淨係計呢18000個新戶口啫。OK，佢每年都坐底$70萬，坐底啊！每年年收入喎，OK，哇，咁都真不得了喎，係咪啊？所以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制度啊，令到無論係用家又好，佢可以即係小經營者、小團隊長啦，佢可以有一個年年有免費產品用啦。如果你大團隊長嘅、中大團隊長嘅話，哇，你年年嘅業績都即係有保證先，OK，咁所以真係不得了嘅。好啦，咁所以你點樣可以攞多啲啊？就係你升做 M2啦，係咪？小區10萬分業績啦，嚇。M3嘅話，你哋可以攞4份啦，667，即係667啦。OK，人數如果單數啦，667單嘅$1000啦。
OK，即係50萬 PV 啦，小區或者 M4啦，就係100萬 PV 啦，M5啦就係500萬 PV 啦。喂，咁都勁喎！如果你知唔知全球頭100個去到 M5嘅人嘅話咧，咁就會送一套泰國喺 Pattaya 嘅房產俾你嘅，嗱，轉埋名俾你，仲要幫你租埋出去添。即係可能你依家未必咁成去泰國啊，係咪？KK 園啊，呢咁啊嘛，係咪？咁啊，但係咧，你起碼都可以點啊？可以咧有翻套房產咁，跟住未來去度假界又好，或者租出去都好，咪咁都唔錯噶喎，係咪？咁所以啦，努力向呢個嘅 M 粉進發啦。咁所以你見啦，嗱，如果我哋一 P 即係點為之封頂啊？咁就咧因為$7000為之係嘛，係咪先封頂嘅話？咁即係一個月就$21萬一個月喎。咁點咧？點封頂咧？就係、嗱，舉個例啦，我當 P5啦，係750 PV 乘13蚊13% 嘅話咧，就即是等於97個半嘅一部機係咪啊？如果你係 P5啊，好似我依家 P5咁啦，係97.5美金一部機嘅。OK，咁即係話咧，如果封頂，即係話咧71.79部機嘅話咧，就已經係封頂噶啦。咩意思啊？即係話咧，如果你小區一日新增72個$1000，即係72個 P3。咁你其實已經$7000封頂啦。哇，其實都唔難嘅喎。點解啊？因為咧，當你個團隊，我當咧去到 M4度左右啦，你個團隊有左邊1334人，右邊1334人當，我相信咧，當中每一日啊，每一日出70至80部機係唔出奇嘅，明唔明啊？因為當你成個你個團隊基數大。係咪？咁佢哋有機會咧，佢哋有機會咧，全部咧都有機會係誒推薦到新人噶嘛，有機會，即係當中有其中10%啦，10%都130人啦，係咪？5%啊，我當都有70-80人啦，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咧，努力去向一個千人團隊，即係小區嘅千人團隊進發咧，就係我哋其中一個目標嚟嘅。OK，好啦，咁跟住啦，到一個叫做其中叫輔導獎金啦。嗱，其實輔導獎金咧，當你個團隊越嚟越大嘅話咧，真真正正最賺錢嘅獎金就係輔導獎金。OK，呢個平時我哋有 OPP 或者體驗說明會嘅時候咧，就冇詳細講呢個獎金嘅，因為就比較複雜啲啦，即係可能連對碰獎金都未明，點會明到呢個輔導獎啊？OK，嗱，咁但係咧輔導獎金咧係真係好豐厚㗎。點解咁講咧？嗱，因為輔導獎金咧基本上咁嘅，我哋分咧第一代係10%可以攞到。但係第二至六代咧都可以攞到5%嘅。咁5% of 啲乜嘢咧？咁其實就咁計嘅。輔導獎金咧係點計咧？就話當你第一代至第六代嘅人，OK，攞到當佢哋攞到對碰獎金嘅時候，即係頭先個對碰獎金係咪個小區11%、12%或者13%嘅對碰獎金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攞到輔導獎金。咁但係點為之第一代咧？就係你直接推薦嘅人就為之第一代，直接推薦所產生出嚟嘅人就叫第二代，即係你嘅仔或者阿孫或者係侄都得咁啦。OK，咁好似呢個圖咁啦，直接推好似個圖咁，你直接推薦咗咩人啊？OK，就係舉個例，你直接推薦咗 A 同埋 B，因為嗱一同埋二咧，記唔記得係上邊跌落嚟噶嘛？咁呢啲就唔當係直接推薦嘅。OK，佢哋計落你嘅對碰獎金。不過咧唔會計輔導獎金嘅，輔導獎金係由你直系開始嘅，所以直接推薦多啲新人咧，多啲團隊或者多啲團隊 leader 咧出嚟都好緊要嘅。嗱，咁而咧講翻呢度啦，呢個有表啦，我睇到啦，就係如果你 P3咧就係可以攞到3代，如果你 P4就可以攞到5代嘅輔導獎，如果你 P5嘅就可以攞到6代嘅輔導獎。咁當然有個條件啦。一個好少少嘅條件限制就係咩咧？就係你如果你個戶口係直接推薦一個人嘅，先可以攞第一代輔導獎。OK，如果你直接推薦咗3個戶口，你就可以攞3代。如果你嗰個戶口直接推薦咗5個人，你就可以攞晒，明唔明啊？P5嘅就攞6代，P4就攞5代咁樣嘅。OK，所以啦，最少都推薦5個啦，呢個概念啦。好啦，咁佢哋好似個圖咁啦，阿 B 就推薦 B1噶嘛，所以 B 係第一代咩啊？B1就係你嘅第二代。OK，嗱，雖然嗱，所以我哋記住有兩個圖嘅，一個叫管理圖，或者叫雙向圖，或者叫組織圖。
另一個叫做咩啊？直系圖或者直推圖，嗱好多唔同嘅稱呼啦。總之呢個就係 Secret 得嗰個啦。OK，你個仔你個孫嗰個叫直系圖。OK，你直接推薦人就會有另一個圖嘅。啊，所以啊，阿 B 係你嘅第一代，B 一係你嘅第二代，B 一一因為阿 B 一推薦呢個嘛，就係你嘅第三代。啊，咁咪咁如此類推啦。咁所以啦，如果 B 一又介紹 B 一一咧，咁第四代啦，佢一介紹佢又變第五代嘅咯，因為第六代如此類推喎。跟住有機會咧，阿 B 先推薦第二個同第三個落咗呢度，係咪啊？咁啊 B，所以呢個 B 二同 B 三係因為 B 推薦噶嘛，所以咧雖然排咗喺佢哋下邊，但係喺個直接推薦圖嚟講，都係你嘅第二代。所以其實你第一代可以橫排100人、1000人得㗎。如果你有咁嘅能耐，哇不斷介紹新人嘅話，OK，你可以橫排1000個、1萬個都得，OK。咁所以第二代，如果你舉個例咧，第一代有10個人，第二代可能已經有100人㗎，唔出奇嘅，OK。咁所以好似阿 B 咁啊，再介紹人喎，OK，喂又有個 B4、B5出現啦，因為 B4、B5就可能喺你嘅左區啦。因為我都建議其實咧一開始應該咧打大一隻腳先。打大咗隻腳，因為咧你要令到呢隻腳不斷向下生嘅話咧，咁其實咧你變咗你再做你嘅小區咧，先至能夠咧係叫做事半功倍嘅嚇。如果唔係咧咁嘅，已經開始有出現嘅啦。因為有啲人就諗住，我先做咗個細區先啦，右邊先啦，咁跟住我先再做翻左邊啦。咁嘅時候就點啊？做下右區，你嘅左區咧就唔夠快喎。因為你可能有啲人咧就純粹擺個空位喺度咁唔出奇噶嘛，OK，咁變咗啦，嗰啲人又唔係點喐啦，OK，啊，淨係靠上邊人跌落嚟啦，OK，咁其實就係唔 work 嘅呢件事，永遠記住，你左區右區都一定要有自己直推，因為咧，誒、上邊跌落嚟嘅人係幫到你輕鬆開始、輕鬆起步，但係真真正正你想做大呢盤生意，同埋你要能夠控制到左右區 balance 咧，係真係要你左右區都有你嘅直推喺度咧，咁你先會事半功倍嘅。因為直接推薦人其實咧理論上你同佢關係比較好嘅，係咪先？上面放落嚟嘅你都唔識佢嘅本身都係咪？就算介紹咗大家識到啦，你都未必方便直接 motivate 佢係咪先？係咪？所以其實左右邊都要擺人咧，就穩陣好多嘅咁樣嘅啊。咁啊，按唔同嘅策略去做啦。好啦，舉個例，可能到你啦。喂，到你，咦？哇！呢邊 B 嗶哩吧啦咁開始喎。咁你要介紹翻第三個阿 C 咧，就當然都係要擺喺左區啦。係咪？咁嘅時候嗱，咁所以啦，嗱，輔導獎金點計咧？好簡單啦，就係當你嘅對碰獎金，我當啦，每個人都3000蚊啊。佢對碰獎金，咁點計咧？舉個例。嗱，如果 A 或者阿 C 佢未開始做嘢嘅，咁呢兩個就當然唔計住啦。啊，咁而咧我先計 B 先，我當阿 B 話攞到3000蚊對碰獎金啦。咁嘅時候你點計啊？如果你一日攞3000，咁你就3000乘10%，因為第一代嘛，再乘翻一，咁你就當日攞300蚊美金。如果咧第二代咧，因為有5個人嘛，係咪啊？咁3000乘5再乘幾多啊？誒、誒，3000乘以5%就即是85蚊美金，85蚊美金再乘以5就即750美金咯，係咪啊？好啦，咁而第三代咧，我當啦，每一代都5個人啦，每一代都推薦5個話咧，咁咪變25人啦。咁25人嘅話咧，如果3000美金乘以5%再乘25咧，就即係3750嘅咯。如果第四代咧，當125人，我當全部推薦5個嘛，係咪唔多啊？推薦5個啫嘛。咁而每個人咧，佢哋攞到對碰獎金話，咁啊不得了咯，係咪？118,750，跟住93750，預出去得，去到第六代啊，468750。嗱，重點嚟啦，重點係咧，輔導獎係冇上限嘅，輔導獎係冇封頂嘅，因為佢所謂嘅封頂其實已經喺個代數封咗啦。係咪先？已經代數封咗啦，就6代啊嘛，同埋有 percentage。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咧，如果你能夠協助到你團隊嘅人咧，去攞更多嘅對碰獎嘅話咧，咁你嘅輔導獎就會越嚟越多啦。OK，咁所以啦，其實咧咁樣計嘅話，哇，586050蚊美金，
明嘛？冇封頂啦，大象腳都可以賺錢。嗱，舉個例好似 Francis 咁啦，Francis 咧當時佢推薦阿 Paul 啦，亦都推薦埋日本個人啦，兩條大 team 都喺同一邊嘅喎，係咪啊？佢另一邊咧唔係好大嘅咋，OK？所以對於佢而家日本加埋我哋香港或者係台灣即係新 team 啦，或者國際線呢邊咧，都2萬幾人一邊有2萬幾人，但係咧佢淨係攞個輔導獎金。都平均每一個月有2萬5至3萬美金。嗱，大象腿超級大象腿，OK 啊，淨係輔導獎金都2萬5至3萬美金喎，都唔錯嘅喎。佢而家其實都仲喺 M2嘅咋，佢都預備上 M3啦，都想上 M3啦，OK 啊，我都差唔多上 M3啦，啊，即係講呢個 OPP 嘅時候，我都仲係講，即係講呢個制度嘅時候，我都仲係 M2啫，就係差唔多 M3。我預計呢個月基本上到啦，應該正常，OK。咁而咧，誒，所以 Francis 就係因為運用呢個輔導獎金嘅話咧，佢成為 M2嘅天花板，係咪？全世界冇一個 M2夠佢多獎金，我相信。OK 啊，咁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咩咧？誒、誒，就係咧，我專注如果協助你嘅團隊裏面嘅人咧，去攞對碰獎，咁你就會有輔導獎嘛。但係佢點樣先會攞對碰獎咧？就係其實咧，陣間我會講一個重點嘅概念，就係咧，你要協助你團隊嘅第二代去攞到陳碰獎，OK？咁你第一代就會攞到對碰獎，因為第二代嘅陳碰即係第一代嘅對碰，咁跟住咧你就會攞到輔導獎金嘅，明唔明先？所以咧，其實成個玩法就係咩咧？嗱，呢個所謂類無限代咩意思？就係因為就算去第七代嗰陣啦，即係可能呢個有個 B111咁樣 OK 出現啦，佢啲第七代咁啊，但係佢第七代佢哋做嘅業績係咪會同上面都有關啊？係咪幫到上面對碰啊？即係呢啲都有份噶嘛，全部啲分數。咁所以咧，其實咧，雖然好似係6代，但實質上咧都係好似無限代咁嘅嚇。咁所以成個經營策略咩啊？就係賺錢關鍵咧，就係咧專注喺陳碰獎金先，專注陳碰獎啊，而唔係專注對碰啊等等其他，先專注陳碰先，因為陳碰獎先真真正正賺大錢。舉個例，好似你首先協助 A 傾人啊，或者發展佢嘅團隊啦嚇，咁而咧佢不斷嘅陳碰獎，跟住向下揾嗱，記住點解我哋阿 Brian 有講過就係咧提醒我哋每日都睇下個直追圖個組織圖咧，係咪入去後台睇下咧？係咪？今日我先同阿 Paul 傾開偈，佢先話：喂，以前咧就得閒冇嘢做就走去睇下幣安啦，啲錢升咗幾多啦。而家唔係啦，得閒冇嘢做就入去後台睇下，哎有咩人啊咁，完全唔同晒咁樣啊。咁而咧因為點解會講呢句？因為咁啱咧，我晏晝食緊嘢嘅時候，阿 Francis 無啦啦喺 WhatsApp 我，啊喂，Samuel，你仲爭150部機咧，就完成呢個 M3啊，就升級咗 M3啦，爭157部咋嘛？咁啱咧，其實同1分鐘，我就喺度睇緊個圖，因為冇嘢食緊飯冇嘢做，咁咪睇圖咯，就係咁樣嘅。所以啦，其實睇下圖咧係為乜咧？除咗睇自己之外咧，係睇下人哋。睇下你團隊當中有冇一啲有能力去推薦新人嘅人咧，你盡快去協助佢，協助傾人。OK，咁當然啦，即係亦都聯同你個直推咁樣協助啦。OK，咁所以如果呢度有發現陳碰，喂呢度人咧，喂又爆數喎，佢又出陳碰咧，咁呢啲位置當佢有陳碰嘅時候，佢有陳碰，其實佢咧就有對碰，咁你咧先就會有咩啊輔導獎嘅，其實成個概念咪咁玩嘅，所以你永遠記住去向下揾，向下係揾你團隊當中有開發力、有爆炸力嘅伙伴，更加火上加油協助佢。咁當然啦，其實最快嘅方法就係咩？去不斷邀請佢哋去，第一去廈門先，因為去廈門咧睇完分公司，咪睇完廈門嘅中國嘅分公司啦，即係叫做中國嘅總部啦。其實你成個感覺完全唔同晒，因為你睇過你睇相同睇真嘅地方，去過嘅地方影埋相係完全唔同嘅感覺。你分享翻嚟嘅力度都有唔同，所以咧其中一個重點就係不斷去帶啲人去廈門或者新加坡啦。OK，
廈門更加正喎，老實講，我覺得但新加坡就真係邊玩邊學啦，係咪？好啦，咁重點就係咩咧？重點就係第二就係、譬如舉個例啦，我哋嚟緊呢個禮拜六咧，就3月22號呢個學習會等等，都盡可能都叫佢哋去參加，或者未來我哋都會不斷啊 Brian 啊，或者我哋啊都會講一啲嘅學習會咧，係一個點火嘅位置嚟嘅，或者係火上加油嘅位置。永遠記住，佢不斷去帶啲人翻嚟團隊啊，翻嚟個系統。咁其實咧，誒、大家會互相感染嘅，感染啲好嘢嘅，感染啲優質嘢，感染佢 passion，感染佢 energy。OK，咁你自然就會做到噶啦，好得意嘅呢個行業係 OK。嗱，咁所以初初推薦獎金、互助獎金呢啲咧就叫做唔錯啦，咁但係咧，當佢哋咧其實產生對碰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就會有對碰獎金啦，又會有全球分紅啦，越嚟越多人啦，OK，咁而咧你先醖釀到個輔導獎金嘅。因此啦，其實真真正正喺專注喺尋碰獎金先，一定要喺團隊當中盡快揾出更多嘅咩啊，更多嘅 A 角色嘅人，能夠去分享到事業嘅人甚至乎能夠獨立運作嘅人啊。即係我哋叫獨立而不分離啦，即係佢哋都會可能喺會同一時間可能唔同地方去搞 OPP，同一時間可能唔同地方做分享會。而咁啱我即係好似我依家我錄影緊呢個嘅制度嘅 video 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其實喺荔枝角啊或者唔同地方咧，都有好多伙伴其實仲分享緊 OLive 呢個生意。而家講緊依家係11點半11點半仲分享緊嘅，所以真係好犀利。即係其實喺呢個行業當中咧，最可怕係咩啊？就係賺錢多過你嘅人，都比你更加努力嘅，仲喺度做緊嘢啊！咁所以咧，其實賺得錢多咧，其實真係絕對值嘅，因為好多人咧，佢真係好努力去喺呢個行業裏面去做嘅咁咯。去分享，無論帶住使命感又好啦，或者係想賺更多錢又好啦，或者幫更多人賺錢都好啦。所以記住專注尋夢獎金係最重要啊！好啦，咁另外所以最尾咧，其實我會講嘅就係個獎金結構。嗱，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已經係加入咗啦，或者係就算未加入到啦，你會體驗到哇，原來當你係對制度好有認識咁嘅時候咧，好似我咁，我過百間唔同嘅產品公司嘅制度，我認識我知道嘅話咧。其實會發覺咧，呢個獎金咧真係不得了嘅，因為一般嘅公司咧，一般老實講產品公司都係分50至60% 左右嘅啫。問題就係呢50至60%咧嘅獎金，即係做100萬生意分50至60萬啦。我嘅簡單嚟講就係、咁，但係呢50至60萬點去分配去唔同嘅獎金咧？呢個就叫獎金結構。OK，咁而咧，一般公司咧好多嘢，佢嘅獎金結構咧就係前邊少後邊多嘅。點解啊？掉蘿蔔啊嘛，係咪先？嗰啲咩全球分紅啊，又送車送樓，我全部都係後邊嘅。即係你要去到咩鑽石啊、藍鑽、黑鑽咧，咁你就先真正要賺到啲錢嘅啫。咁所以啦，喺前邊嗰啲人點啊？哇，舉個例啊，就推薦6個至8個先回本咁樣，即係嘔泡啦，係咪先？啊，所以啦，好多人咧又要結婚喎，又要買大單喎，買2、3萬先至好似又氹你買2、3萬喎，跟住點啊？跟住好多人咧賺唔到錢點啊？咪垂頭喪氣走咯，特登啲圖揀過㗎，OK，咁啊垂頭喪氣離開啦，甚至乎有啲點啊？佢仲會 top back 咩？誒都唔得嘅，你賺唔到錢嘅呢啲公司乜，係咪想等等成咁咯？咁變咗點啊？好多時咧誒。就產生啲所謂叫負面聲音啦。當然未必全部都係關個團隊事或者公司事，但係咧始終都會有啲聲音，就係因為點啊？好多公司點啊？除咗係個獎金分配得唔好之外，佢仲要搞好多所謂叫磁石啦，吸咗呢啲錢啦。點舉個例咩啊？規定你直推數量啦，係咪？即係以前咩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你先可以攞獎金喎咁喎。你左邊你冇推薦人嘅話咧，其實冇獎金攞，冇對碰獎金攞咁嘅喎。OK。但係我哋 OLive 冇㗎。總之左邊右邊有人就攞有獎金㗎啦。咁甚至乎有結婚啦，係咪有效資格啦？係咪好似頭先嗰個嘅輔導獎咁？係咪好多輔導獎咧係咧要去到藍鑽啊黑鑽啊咁先攞到6代啊7代㗎嘛？但係如果你唔係 qualify 嗰個獎金嘅話咧，即係你冇 qualify 嘅話咧，其實你舉個例，你係一個藍鑽，但係你嘅業績只 qualify 金級話咧，你可能只可以攞到金級嘅業績嘅啫，金級嘅嘢啫，明唔明啊？嗱，呢個就係有效資格
OK，咁所以其實 OD Life 冇呢個限制嘅。總之你買咗 P3就3代咯，P4就5代咯，P5就6代噶啦。你推薦5個，直到永遠攞6代噶啦，係咪好爽啊？係咪好正啊？OK，好啦，咁另外啦就有一個重點啦，就係咧第三，佢可能規定你直推伙伴嘅資格啦，即係你直推要幾多人要合格，或者你直推團隊 total 要攞到幾多分啊？仲要每一條線有幾多業績，係咪？係咪？咁先至可以去攞到呢啲獎金嘅，係咪？如果攞唔到嘅話咧，甚至乎咧好多有啲太陽線嘅公司嘅話咧，當你團隊啊個人升級，哇升級到 team leader 咁，你又 team leader，你下邊有 team leader，跟住你就攞唔到獎金噶啦。嗰條線全部攞唔到噶啦，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就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所以即係好多唔同公司咧，即係做特別係太陽線嘅公司咧，其實都幾無奈嘅有時，你都唔知叫佢衝定唔衝好，因為佢衝得勁過你嘅話，你又攞唔到獎金喎，明唔明啊？好矛盾嘅，其實好多時啲獎金制度，但係 OD Life 咧，我係見過百間嘅產品公司當中，即係我都叫制度王啊，或者制度精啊，我想講。呢個制度咧係真係最簡單、最容易，同埋咧係最人性化嘅啊！你好放心叫你團隊嘅人咧咩啊？衝啦，去啦，你做啦，見過我冇所謂㗎，咁樣明唔明啊？咁嘅，咁仲有啦，有啲公司甚至乎你連大區所累積嘅分數咧都有上限嘅喎，仲有期限嘅喎。舉例，如果嗰個分數6個月都冇對碰咧，就 flash out 啦，冇咗啦。或者佢可能最多累積100萬分嘅啫。100萬分以上嘅分數咧，冇得再累積嘅，嚇咁樣嘅，咁所以就其實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制度咧，其實係即係點解啊？因為公司就想你賺得錢少咁咩啊？公司賺得錢多啲噶嘛，你明唔明？其實都有對立噶嘛。咁但係呢間公司咧，由開始到而家都冇改制度嘅。好似啦，就算即使好似 Brian 咁，一個月講緊50到60萬美金一個月，都係照出嘅。OK，咁所以啦，以前嘅公司點啊？以前公司就點啊？就係好少人成功咯。但係 OD Life 係點咧？OD Life 咧好得意，佢前邊嗰個大，係咪？中間嗰個少啲，但係後邊又大翻嘅。哇，都幾正喎。OK，咁啊點解咧？嗱，舉個例啦，即係 OD Life 咁咯，可能好簡單，1000蚊美金就可以入到嚟啦，亦都唔使 keep 分啦，唔使重複消費咧，其實令到好多人可以咩啊？可以咧輕鬆起步。輕鬆回本，你推薦4個就回本到本啦。如果你頭先睇到個獎金就係咪啊？所以第一嚿咧大錢就咩？陳鳳獎，好多人係好開心嘅。哇！即係推薦突然間推薦8個咁樣，突然間哇一日賺咗萬蚊港幣喎。跟住佢上面嗰個升咗 M1，咗我有其中一個 friend 啦，佢有個 friend 咁啦，佢團隊一個美容師推咗8個人，跟住咧佢上面嗰個就突然間佢下邊呢個人就賺15000蚊港幣一日啊咁樣 OK，咁佢上面都賺咗1萬差唔多，咁好開心係咪？大家都咁啊，就算啊你間中喂真係忙啲嘅啊，我要可能每個人都有可能有傳統生意啊嘛，或者有其他嘢做噶嘛，咁啊佢要處理下其他事情先，嗰啲都唔算係走咗，因為我哋冇離開冇放棄嘅概念嘅，係你個位置永遠都喺度嘅，好似阿 Paul 咁，阿 Paul 係2024年嘅4月加入嘅。2024年嘅5月就出現咗日本 leader，跟住2025年嘅9月咧，佢就睇到哇，點解我一邊有13000人嘅咁樣喎？跟住咧，2025年嘅10月就推薦咗我啦，咁樣開始嘅。所以佢亦喺一邊咧，其實有成萬幾人咧，先正式開始呢個生意，係咪？但係佢初只係俾面派對 Francis，係咪？俾面派對 Francis，咁而開始咗即係叫做買部機俾阿媽咁樣去浸下腳嘅啫，咁即係代替唔係浸下腳，係代替浸腳，明唔明啊？咁樣開始喎，所以冇放棄嘅。只要你願意嘅話，隨時都歡迎你翻嚟。啊，咁當然啦，喺對碰獎嚟講咧，雖然好似少啲計落去，但係因為多人成功嘛，多人做到嘢嘛，容易入口嘛，1000蚊美金已經可以加入嘛，係咪？仲要買部咁嘅儀器，咁正嘅儀器，係咪？可以踩4萬次嘅，咁你不得了喎，成件事係咪？咁而咧，另外啦，就有啲人可能佢哋翻嚟咩意思啊？就係話，喂，佢再推廣啦，或者係可能佢買新產品啦，因為我哋公司有好多新產品噶嘛，咁其實都有獎金嘅。OK，咁另外啦，後邊大咩咧？因為當你真真正正大嘅係輔導獎，所以啦，其實好多人咧，甚至乎對碰獎都大過嘢嘛，再加埋個陳碰獎都好勁嘅喎，因為你個團隊不斷發展，其實不斷有陳碰噶嘛。
咁嘅概念咁咯。咁所以專注都係嗰句，其實咧首先專注長碰獎先，明白？成個獎金架構就係專注落長碰獎，因為大家都見到錢，大家都好快回本。當你專注於協助你團隊嘅伙伴去回本嘅話咧，其實你自己就開始賺錢啦。咁嘅，咁所以咧，點解今日我要講咁多咧？係咪用咗成個零鐘一個鐘時間啦？OK，講咁多咧，點解咧？因為咧，我希望大家唔好講咁多，係咪啊？呢段片咧，或者未來我哋講嘅學習會咧，都係咧係呢段片，我盡量係覺得係俾一啲已經加入咗嘅人咧，先至去睇嘅，會更加好嘅。當然你話有啲喂，佢可能有經驗想了解多啲嘅，你不妨 send 段片 send 呢個嘢影片俾佢睇。但係咧，我建議初初開始嘅時候真係唔使講太多，因為其實唔會明嘅，因為講多咗唔會幫你賺錢嘅。你講晒成個制度，講到天花龍鳳都咧，佢係唔會幫你賺錢噶。你最緊要講啲咩？佢明嘅、容易理解先幫你賺錢。反而咧，你增加你嘅篩選速度，先至係真正賺大錢嘅關鍵。咩叫篩選速度啊？就係不斷分享、不斷分享嘅時候咧，你係用30分鐘嘅 SOP 嚇，就係帶佢試機，係咪？試機當中唔好點講制度，試完之後先講少少，講咩啊？你可以講互助獎啦，係咪？專注3個獎金，陳碰獎啦，同埋全球分紅啫，淨係只需要講呢3個，初初開始除非嗰個係 leader 級你可以講多少少，但係咧，我建議專注講呢3個，OK，咁你就成功噶啦，係咪？其他嗰啲唔緊要，唔明嘅睇影片。明唔明啊？咁先係最能夠幫到你去複製嘅啊！咁所以啦，參加火哥舉辦嘅培訓係咪好正咧？即係非常正啦！學下火哥咁嘅講法，即係我啦，OK，咁嘅講法咧，我相信咧都會幫到你咧去大量去推薦一啲有能力嘅 leader 咧入嚟呢個團隊，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只係啱啱開始啫。包括我而家講呢段影片嘅時候咧，我都要開始咗58日。因為真真正正認真去做起步嘅時候咧，係1月18號先開始，係咪？咁而家已經係短短一個好短時間啦，已經個團隊已經爆發到差唔多500人啦，已經淨係計香港啊，未計其他國家，或者我個 B 區已經500人啦，差唔多。咁而 A 區咧都已經係接近1000人啦，已經咁咯。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誒啊，叫做咩咧？一個好好嘅示範俾大家睇啦，亦都可以，你可以將呢段影片去分享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佢想學習更多制度嘅人啦，咁而咧去幫到佢哋去發展呢個生意嘅，咁所以啦，嗱賺錢真係非常簡單，透過咩啊？體驗30分鐘去快速篩選，OK，嗱如果嗰啲人體驗完冇興趣嘅，考慮下冇問題，歡迎佢免費體驗4至6次，明唔明先？OK。唔好太急住要去成交，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佢誒，如果有福氣嘅，我絕對相信咧，佢會好快入嚟嘅。如果未係時候嘅，可能係真係未係時候對佢嚟講我相信整個世界運作咧都係全部計算過晒㗎。OK，你幾時會得到啲乜嘢？幾時會遇到咩平台咩機會？係咪好似遇到啲 live 咁？咁係全部計算過晒嘅係我相信會有最好嘅安排嘅。但係永遠記住一個概念就係咧，我自己每日都同我自己講嘅，我相信全世界最優秀人才都會進入我團隊嘅，係咪啊？所以我相信啦，即係講緊臨時臨急開個網上嘅啊叫做學習會啦、學習制度啦，都有30人喺度嘅，係咪？咁啊，我相信即係大家都係非常優秀嘅人嚟㗎，都不斷想學習。所以啦，記住免費體驗3至6次，4至6次，OK。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再嚟體驗或者如果想再嚟體驗嘅時候，你帶多一個朋友嚟，或者帶個2個朋友嚟陪你一齊體驗，咁我有機會咧，當嗰2個新人體驗完，想即刻加入嘅時候，我相信佢都會加入咯，明唔明啊？所以呢個係非常重要啊！有啲人想買，但係冇興趣賺錢喎，唔緊要。哇，太好啦！喂，買翻部 P90或者 P90 Plus 俾屋企人用啦，OK，照顧咗屋企健康先咁另外啦，如果想賺錢嘅就更加好即刻加入。另外咧就聽日就帶2個朋友上嚟踩下部 P90或者 P90 Plus，
我哋為你服務，係咪啊？用呢個咁嘅概念咧，你就會發覺哇喺 Goodie Life 裏面咧個複製速度或者賺錢速度係非常之快嘅，就好似我哋講緊2月22號啦，係咪先？阿 Brian 嚟香港，咁上次我用咗2日時間去吹雞，吹咗80人啦。OK，今次咧就我哋時間多少少啦，係咪？其實我哋3月22號嗰個 Brian 嘅學習會咧，都係星期六雖然，但係咧其實已經超過咗130人報名嘅，差唔多超過130人報名啦。咁我仲未計會有新人，係咪？我哋都預備俾新人嚟嘅，咁所以就其實個爆發速度同複製速度好快，所以大家都要把握機會咧，去分享多啲啦，做多啲啦，咁樣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個嘅制度嘅分享啦，會幫到你咧，同埋起碼讓你咧，起碼一個叫做好好好嘅開始先嚇。咁而咧，讓你咧能夠更了解呢個賺錢方案嘅。OK，咁啊，今日嘅分享咧到呢個為止啦。咁啊，我會進入下一個部分咧，就叫 Q&A 部分啦。OK，咁我先停咗錄影先。Thank you。好。